咱台湾的新住民愈来愈多，一寡家庭嘛会拄着照护的议题。不过，无身份证的新住民无法度使用长照服务。即阵到移民团体推出7种语言的讲解，希望政府重视新住民家庭照顾的困境。每天都是我在照顾，然后没有人可以帮助我，真的好累哦。又搁要工作，又搁要照顾破病的翁婿，而且无钱请看护，这是一寡移民家庭会拄到的照顾议题。哪少双头小的情形，无身份证的新住民，更加是对台湾长照的服务系统无啥啥。你有身份证应该是可以。但我有永久居留证的就不行啊。现在没有拿到身份证的姐妹，其实是不能使用长照的，也因此他们在台湾住了20-30年，然后生养子女、照顾公婆，但是他们老了倒了，却没有办法用到长照服务。根据移民署的调查，全台有3.9个新住民伫台湾住超过20年，55岁以上有将近1.5%。这移民姊妹进入中年食老，长照变作是大问题。咱用台湾姊妹会收集各种的情形，发布移民照顾侪语言版本的懒细胞，呼吁政府全面盘点新住民家庭照顾的困境。这个部分看后续的这些宣导，我们也可以跟新住民的这些相关的民间团体一起来合作看怎么样把这些文案的宣导能够做得更贴近。不只是婚姻移民家庭，其实我们现在希望可以揽才各国的这个专业人士，未来其实它也会使得，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做好的话，其实我们揽人才他不会留下来。学者指出，各大社会福利的资源，拢以伫遮出世成长的台湾人做设计，对法令到执行，对移民的家庭来讲，拢无啥下输。若是为着婚姻的移民，台湾未来若准备招人才、久长，这是一条需要改革的路。记者综合报道。